第三，谦明心诚以尊前，领会爱护护尽心，宽恕公义情，体护要领，体察和谐的尊前心。真内底这已经教咱讲尊前体护，得教咱讲做前辈者要安怎做，做和谐要安怎做，上骹要安怎一贯。因为天道是一个大道，迄是一个真密切，无分你甲我。但是咱若甲自己心内底发现有这个大道，我就是我，你就是前辈是前辈，我是我，不能的心态，不能的想法，这样才隔。难怪有人讲我是一家人，哦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咱面对产生一个不同的看法。但是到尾啊，爱归依着整合的这个家的大利益来做咱个人的牺牲，是安尼。所以美国是真世界的超中国，美国总统因啊，因受民拢是以美国的国土交百姓的利益为前提下，以迄个圣经、手腕的圣经，以大法官的亲情，入迄个，咱看做酒啊，那个伊也做宣誓，伊是以美国的大利益，但伊个人以因两个党，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做迄党的利益在做输，袂使安尼做，是以整体的利益。安尼今咱台湾政治较无成熟，难以对峙，拢用党的利益在做整体的利益，这是较唔对。以整体以国家的利益，所以到即阵啊，了咧和解啦吼，气氛了咧看看，但是毋是讲政治啊，就是要讲比如就是咧议会了吼，找一寡话啊，你讲这可能大家可能较真正讲较有理啦，事实上这就是咱的性，这就是咱的性。所以伫这个当中，一段是咧讲咱要安怎尊前提护。因为修办都是代代相传，前辈才有一个离开，和下面后尾伊做前贤，会做前辈，前辈了，和下做前辈了，这个前辈又一个离开，以后的和下伊又做前辈，真的，和下会回想过去细汉的时阵吼，迄阵和下爸爸的年代吼，交咱使做几位大这个老前年开始对咱大家人说咧修办的，迄阵和下几岁10几岁，还佫研头，我打拢了嘛。作者道亲落来处理遐，因若经过来讲道理，我就遐话，互我听是，咱像有了解啦，咱像无了解，都咧讲起来我听我，但是真正就是感动，就是一个感受。咱即细汉咱大汉，人咧办道，迄阵看到一个希望，我靠，毋知对一个人看见大，但是到近来，遐老辈就讲差不多一个离开，若无离开，80外，真正70、80年、70、80，互我50岁。过来，囡仔出头，即后壁人遐少年吼，孙孙老大应该讲做想着钱，看做想着救人，新人替代旧人创，真正咧，有人创业新人来甲接咧，较早迄个看做河边仔遐一个人，看做人咧讲，看做钱啊，真情，伊就听咧讲，去证明他来讲吼，阮后讲我安尼吼。存哦，安尼不然人家要甲签起来，对，签起来了以后，你读你下讲啊，签起来讲换个意思来，是啊，咱讲要甲签起来，后生迄一个甲要甲签起来，这校长就要甲签掉的。讲是安怎他安尼讲，我一个老啊，一个大汉啊，我若老以后，这校长无爱做，无啥要做，财产也要甲签掉的，厝也要甲签掉的，讲到大家听爱笑噶，有影。这一代，所以咱定咧讲，这个囡仔咱唔歹是囡仔。伊这是国家未来的主人，咱真爱好啊去甲栽培，好啊去甲教育了了，保一代，这不是按这世代相承啊。所以师父甲你讲，起头是爱谦卑心诚以尊前，要尊重前辈者，心是无了无能力会尊重的。真，一个人一个囡仔要友好，一定爱尊重伊的后生来，无友好做袂出。迄个若生了不好，你讲要叫伊友好，你安怎教都教袂来。当伊心中无迄个好心嘛，无迄个尊重嘛，有迄个尊重。好心本来迄个本体是有，但是利用欲道轮回过程当中会失去。咱今日咱袂尊敬嘛，会咱会尊敬，但是心情无用，尊敬的意境走袂出来，会安尼哦。所以咱若想，学生囡仔吼。你老师听咧讲讲啦，特别毕业嘛，拢对头前囡仔做好咧。
有啥物囝后尾叫拍布袋，拍布袋，学生囡仔等到毕业了，毕业就无人互老师教，囡仔老师拿出来拍布袋，连去整拍的。哦，迄真正连一点仔书桌都无，所以即个书桌都无尊严呀。哦，学生囡仔拍学生囡仔拍老师，老师了解学生囡仔讲起来就要过啊，就要安怎，所以这叫老师都歹做，书桌失去。原因是对啦，人愈来愈歹，人的心愈来愈僵。愈渐就是讲，伊想要安怎，积极就安怎，无咧顾其他的，伊袂去想前后，他不会这么想。原因是对啦，心理无了解，心性无了解，简单一句话先简单讲，不明得理的对啦，不明得理。所以心性无鲜明，无去甲牵由，无去甲明了，咱讲去尊敬。对一个无了解道理啊。无明理的人，你叫伊去从袂尊重两千八只，讲咱咧讲听，伊咧听。真正有咧修炼的，咱有前日行咧准备咧嘛，讲前日叫伊创好伊，毋捌讲一句话，这无法相信，因为伊咧讲做，就是安尼，伊性就是安尼。但是有诶人，这八只叫安怎啊？是卖啊，这卖啊，这安怎？毋是讲咱安尼也做无尊重，因为咱能力无够。为什么咱就是咱能力不足？为什么咱能力不足？就是咱无用心去做，心是无能力。这简单讲就是前因后果就是安尼来。所以咱伫这内底，咱无付出，咱无用心，咱无普及心智，咱就为光下走诶。真诶，咱无普心智，为光走诶。这个囡仔无送去校，即你讲伊会捌伊，你莫听。像咱过后无读英文啦，这英文互咱看着咱捌。我读国中，我读9年册，英文真多26年跳过去，我读几多万？哪家做做我就完了，都怀疑我，真冤，无读。要到是咱无迄个能力，是咱无读，咱无读。所以咱无付出过，变迄个物件咱要办，要了解伊个意思，咱就无可能。其实伊是一个文字，是代表一个意境，就讲代表一个意思。咱我的天！英文看出卖假，很奇怪，切哦！咱咧台湾讲歹势，看这数理，这就奇怪，足奇怪咧，咱听无，但是咱若学，咱也是会。东洋艺术心性，咱是要去对应，咱无去用心去代表讲这个艺术是对，但这个意境是对，咱无去了解。无去了解了，看到了，咱就做袂出。你讲叫咱去记着，他妈都讲哦，真了困难，真了困难。唔免讲啥，讲像过越南开，过越南遐咧办理，我越南咧讲啥样样，叫咱听看有。东洋艺术，咱咧讲台语就讲前里面讲什么，讲国谣不好，国语就听国语听，台语听无，前里面讲什么，讲国谣不好，事实就是安尼。所以这个物件，咱今仔要尊贤，这个毋是讲用咱一个心，一定要尊重前辈先，就咱是讲咱内在咱这个心。外口内在这已经开始咧退化，敢若讲去外口化妆品一直乌水起来，你看有可能无？无可能啦！像这少年，像嘉兴啊，你做当少年时化妆品免乌比是人较水到变贵变贵。原因对他伊内在就是安尼。当咱到有一日老了，我用上好化妆品，然后啥物，化妆品念袂出歹念啊，然后有够济化妆品来搞，你讲叫你外口乌水起来，注肉毒。肉毒杆菌啊，去拉皮啊，去无所不及啊，用的水源，第遐只外嘛，只外表，遐只由外口来，遐只里了无一里不灵。这个尊简，这个咱嘛是一句尊简，但是尊简的功夫要对对做，毋是你外口叫讲啊，你给他尊重前辈者，不是这样。真正对内在是讲要对内在这个心性潜用出来，家己明理，就咱像一个小囡仔的皮，目睭仔咧青淋淋。袂像咱有话吼，落啦，工人吼，食米就食，迄看做为什么食这，目睭拢落。囡仔目睭啊像海青汪汪，看得足水的，可以幼鱼，反正拢全部都要摸起来。有时候想要他一口，比孔更较硬。啊，那老人的面，老人的目睭，那这内在。所以东洋艺术迄是显示有迄个内在，有迄个外咱来知。所以咱来去领会尊简了，才领会爱护。真心，无尊严，伊就绝对无法问题。无尊严绝对无法问题。
因为啥？他不曾付出过，伊毋捌付出过。动用还是动用艺术，兼天下，咱和下面哪位属兼天的教育，以后伊那边教我做，伊也没教我。这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伫这个当中，为什么讲叫咱爱去领会？伫尊前的当中去领会好爱护人的心，叫咱爱去领会。孔圣人时代，啊，来咧讲，唯有学养注意好家家呀。无有讲囡仔讲生儿教生儿饲囝做好，才来教无安尼，是叫咱生囝了自然迄个爱心出来了，慢慢领会。所以做妈妈的吼，安尼即个囡仔活较福报足大，真正福报足大。妈妈专心专意照顾一个囡仔不60个咧听，较早是10外个，1、2个听袂，即是1、2个10外个咧听，一点无相共。啊，所以囡仔伊专心专意。拢是妈妈专心专意放伫囡仔身躯内底，囡仔对一搭安怎样了解，目睭面前会知影这个囡仔心要怎样，因为爱心伫内底，有爱条有护嘛，爱就是爱心护伊甲保护，保护伊袂正常成长，保护伊袂受外口的干扰，保护伊袂破病，这拢是护的过程。所以爱护这是一种的意境，因为爱伊了才会保护伊，咱若无爱就管他3、4、21，是该样。啊，所以保护，咱今仔日要保护咱的护学面，因为咱爱咱的护学面，咱才保护咱的护学面。护一个心，咱爱去体会，爱去领会。所以这是伊个个人的领会啦。宽恕动机情，体护要领，爱宽恕，爱通情情，要伊同情，感情，咱讲感同身受，我们听讲感同身受。咱一般人讲。我啊，现在听爸爸咧，可怜的一大堆，目前无满。啊，为什么咧讲一个人哎呦可怜，一个过啊可怜啊，一个过啊可怜的，啊拢无人咧参与。哦，大家都讲可怜啦，所以讲可怜的一大堆，啊同情无满，无满人还有同情，我无来讲可怜，我这个可怜，无满的，啊可怜的一大堆，你看咱这社会就是啊，所以咱讲雪中送无，啊金上添花咧一大堆，金上添花总结。就是代表这咱人的心态，所以宽恕爱动机情，咱就讲咱做会安怎样？当然，这一途嘛，这大家拢相共，用冤亲制度的同平等，互大家拢感受。所以体护要领，体护都要领，免去体护学，这拢是个大就对啦。怎伫修道方面咱咧大，咱今仔尊重这个情，咱免体护学，咱今仔后壁。咱头前有前面，所以咱不要只顾看着前面说前怎样怎样，咱来看，咱安怎做，互下边安怎，这较重要。啊，所以咱讲啊，一年假做咱做，咱唔知讲咱咧看一年假做后边看互下，一堆互下咧讲咱安怎样，咱嘛是前面，所以大家拢是前面，大家拢是互下。用一个上客观的力量来讲，大家拢爱认真修办道，标标准准。说出老百姓来讲，拍拍胸膛，正正堂堂，是安尼吼。所以提倡学学的尊敬心，提倡学学对的尊敬，对尊贵这个心，爱叫提倡。看伊的应该到对答，伊做到对答，伊的用心到对答，伊今仔日修到什么坎站，认真来对。我来讲，贤家敬，对方不公平，好家不如尊敬。言先意上修和睦，前后相随一起管。那么伫这段话咧，这较早这古讲出名啊，贤家贤，好家好。做贤言的人，爱有做贤言的标准风范出来。就讲做爸爸妈妈，爱有爸爸妈妈的建议出来。真的，爸爸妈妈讲囡仔，那像咱这样说较早咧讲，伊囝叫人讲老祖，那什么把我拿过来，我敲把鼻头也真係一点意思都无。论上拢无一样。啊，你即嘛，啊，咱来比着这过去哪好，拍袂记着我那些人，大家拢拍平嘛。当然是大家平等，大家平等关系偌紧，但是迄个心袂使分，迄个底袂使分，真正底袂使分。哦，有一边即个主公讲，咱讲是主公的主路，你因为即个应该是主路啦。有看到一个礼节，啊，主公一个礼节，啊，因为爱用的。伊讲甲建议讲，啊，把即个
用的。方式人家讲，你爱这个样，我爱伊个，你爱基用，我爱基咧。为着迄个礼节，当然大家伫咧修办个当中，有较清楚，但是迄个礼不可腐，礼不可腐。所以俭加俭，这节年要有节年的应该。对方唔通我白讲，不冒言讲遐有诶话，讲遐有影无影，世界那个讲啊，即句较粗俗诶话，讲遐有较不顺诶，我白讲一大堆。哦，这节年只系袂使安尼。那么对和谐好教，做和谐嘛爱有和谐，应该有会顺存，不留论前，唔通去批评先批评。我叫一个教师会做了不足，这是在所难免，只是做人嘛。哦，先不然来，咱来不足，但是先不然做了不足是咧甲你开始甲咱教育。咱和谐面对这个请，咱怎么批论前？我袂使论前就是用平心去感言可以，用平心去论去。前人家了解迄个不足，通去做改善，这是重要的，这可以，毋是讲完全不可以。但是这样不留，毋通讲遐无影，不留论前，不要谈那些挂做无影是无实在的。所以讲言贤义雄，讲出来话要善言善义，哦，真有文章的，我这毋是讲真英雄的话，真有文章，真有道理的，大家共修和睦一起。所以前后相随，才会当一起贯通；前后相随，才会当一起贯通。人讲你行你的，我行我的呢。所以做兵是吼，人做兵该有规矩，做兵该有好心原因。一摆行出就是一摆，带随4摆咧行就4摆咧行。袂像咱即款若做去一寡游泳，一寡广场咧行，你甲看，即个昨咧大游泳啦，我就有看啦。啊，过夜看大游泳看这样，乱吵吵安一大堆。拢无一点仔规，拢看起来是拢工作人尔，拢无当看迄一气贯通，无当看。但是群众你分认出来，你绝对无当看迄个情形啦。凭本人拿带出来，咱伫本听来讲，一个人单独行，一个人若甲你一个是单独行，两个就并行，啊若三个来成列，哦，迄群众伫群尔来，你来改变，一个你家己单独行，见到长官要清理，我这点一个所在面对对啦，变数不用清理。伫厕所，来两个就是并行行好，齐步走，三个就是爱陈列这就转。我迄当中有一个规矩，所以伫这当中内底，咱要一起贯通，上下一起贯通，这内底有足大有足深的意涵伫内底啦。所以话则讲，观天德以达圣经，所有协气同把利万，重点的。观天德，咱若做，即若做会格。咱要培养合格，反因来讲合不合就不用。人无爱，咱爱来做；世间人爱，咱袂使做。这种反因，因为因会使咱流浪生死，因会使咱袂卖，因会甲咱安康，会咱像条明珠去用因会甲咱牵了的安，所以咱爱反。老祖甲咱讲的，言其所为不可不为，真正爱去了解。袂使无空途，所以反因道要创啥？反因道了，通要大圣经，大这个大的是见圣经，照圣人的骹步掠去行。所以主张有一个咧问孔圣人，主张问圣人之道。孔圣人甲讲，圣人不见情不入于圣，哦，这讲书拢捌讲过。一个圣人，伊只是照伊的即性咧做尔，伊会当大布施，伊会当救苦，伊会当奉献布施，但是伊会当。照圣人去修心养性，一个大圣人，一个大善人，可能传三世思想，啊，真诶，有时有可能大鱼大肉，有可能游山玩水，有可能伊无法度人讲去看做去刷真理，讲道理，伊有可能拢袂晓，但是伊会大布施，啊，伊会当乐善好施，叫做大善人。啊，今日毋是要见圣性，要大圣性，一定爱受数列门墙之类了后，了解圣人的真理，以后照圣人的骹步行，人行过一步一步，咱过来行，叫做见圣性。啊，要大圣性，一定爱怎还定德，定德无法度大圣性。哦，这样来清楚。所以才讲，为什么要安尼？所有血气同大利嘛，大家拢有血气，有只要是人啦，哦，只要是人，大家拢会当回到咱的理天。因为你要为理天，无第二条啊，最重要只有认真把
道想，所以师尊老大用听咧甲伊讲一句足真实的话：世间的路咱拢行过，世间的路拢行，只有一条路袂污染的，就讲行尽世间天下路，唯有修行不无的。这信仰，世尊咱我们师尊咱甲你讲，这绝对就是安尼。但是咱今日去把这个话无要无紧，照常要是伫这个电脑内底底下，电脑打电脑，电脑上水。生也电脑，死也电脑，醒也电脑，暗也电脑，这个电脑就伫遐打滚，无法无能够真正陪电来教，这讲起来不足。所以世尊前较早就甲伊讲，叫做咱的众生颠倒，颠颠倒倒。重要的无挂做该教的无教，该报的无报，这是安尼所以是来做关系啦吼。下面呢就看像咱遮个。叫做神力合唱团，来甲咱献首一首诗歌的风情，咱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一下。咱拢想讲合唱团咧唱歌凉凉。逐礼拜拢去唱，逐礼拜，每个礼拜都要接受训练的，按老师咧教。这讲有我讲不出来，我讲你才唱一条，你像老鹰唱一个3、5分钟，台上3分钟，台下3年功，迄3年功咱看袂到。为入尾唱只等下一点就去伫遐咧唱，你看做咧双声论，确确实实即讲嘅，即款语言不简单啦。这个人有法度，这个人做爱唱歌，外口唱歌做济，这个人对这个唱歌足兴趣。无对唱歌，咱来用伫正面内底会当表演咱的心情，就较实会当互咱放松。那么尤其是唱这个道歌，咱唱道歌，咱只不是干那要了解，要讲要去甲欣赏伊的歌喉，欣赏伊的技术尔。咱上界重要，反而爱甲这个圣意，甲体会。透过这个声音。这个技巧的表现，这个整体的演路，甲圣意，到底圣意内底来寄啥？用耳孔来听音声，用心思来了解圣意。